今年才刚得到人生中的第一个金。我也很期待，除了有他的组，他的组有没有他的原住民组啊？总统，请投资原住民，我们要做到自己的事业。好，没了。这个拿不起，剪接进去一下。是今年才刚得到金曲奖。不会。刚这段短片已经把很多今天可以聊的重点都勾勒出来。我特别好奇爸爸。我爸爸。对啊，说他刚经历传染，然后弄出校了，所以真的想。爸爸好传的，就是小时候没有什么机会看到爸爸，所以对爸爸印象都比较神秘，因为妈妈都会讲我爸爸以前怎样怎样呢，我都只有照片的。我第一次看我爸爸是我6岁的时候，有印象的时候。他是跑远洋的那种。划船，然后船出去就是2、3年的。哦，远洋。差不多，我跟我妹妹差2岁，大概就2年，繁殖一次，然后再隔个2年又一个妹妹，刚刚好，没有乱来的，划船的时间好算。其实家里多一个孩子，大概知道对，那个时间交配的。小时候没有什么印象，看我爸爸6岁第一次看我爸爸，不知道忘记是高雄港还是去苏澳港妈妈就说，因为我们不能随便进去港里面嘛，那时候什么海关还有什么海巡署，就是不能进去。爸爸就会从那个海港那个门出去嘛，哇，很远哦，妈妈说那是爸爸，叫我赶快过去跟爸爸打，然后过去就小朋友很小6岁，爸爸，越来越接近说一长就好像不太像，妈，是谁啊？然后我爸爸说之后，我爸心目中对一个英语儿子5岁，不认他爸爸。小时候是这样，然后金马奖很奇怪，所以我爸比较不能理解唱歌怎么当成事业这样的情况。虽然好像也是很多歌手，可是我爸爸一直觉得唱歌不是正当的职业，而且这个只是一个过门还是什么打工还是什么。他就觉得不对，还要我一直当职业军人，是因为觉得职业军人的工作比较稳定，然后他也不用太难去考公类，不用，以前就是他只希望你去读军校，对，就是只要读军校签下去就对了，家里就会有固定水电搬家什么的，就是家里没有钱嘛，其实要孩子就是去当军人，从高中开始。高中毕业就一直不听我爸爸的话，然后写歌，一直到后来组乐团。我爸爸一直觉得这干嘛？就是家里都没有寄钱回家，就帮家里地忙。等到我真的好像有点成就的时候，就是06年发了人生第1张唱片，就那时候在听的乐团，那个哇，我出唱片了。真的假的？会赚钱吗？其实那时候台湾经济也不是很好，就是06年，其实整个台湾的夜市场其实掉到最谷底的时候，就是 MP3 整个方案，然后已经不是反盗版的问题，因为盗版也不赚钱，大家都想下载，都免费的。然后07年经济风暴，08年台湾还在发消费券，其实唱歌跟这件事情。根本没办法，尤其是indie，就是我们在做独立乐团，不可能。所以我爸爸也觉得说这样怎么生活。然后08年，我不知道好巧不巧啊，就是08年刚好得金马奖，我觉得很想要证明说，其实我觉得我很幸福，我可以做有兴趣的事情，然后不会觉得辛苦。虽然现在没有钱，但是我觉得我一步一步都走了。很开心的，那基本上那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第一个想打电话，就是为了要证明要争这一口气的人，就打电话给我爸，
我得金马奖了，金马奖是，我觉得就比那个难度比的，就是在台湾做的奖项里面算是比较难的，就是金马奖比较新人。跟我爸讲，我爸说什么金马奖？啊，你不是唱歌的吗？我不知道其实还蛮挫折的。所以金马奖很难唱歌怎么会得金马奖？就是真的，现在总结的有一件事情，好像没有，就是还没有办法证明自己做的事情是怎么讲？就是真正件很棒的事情，然后想跟自己的家人分享。然后直到今年嘛，终于得了一个跟音乐有关系的奖，就得金曲奖了。或许我爸爸知道金马奖很厉害因为他也没实际看到我在得奖的那个画面，所以就姐姐有一天要给我爸爸看。然后他有一点点释怀，就这样，好像因为我的态度一直都很确定，就是我要做这个事情，就是从以前就不想当职业军人，就给他讲说我想，而且我做就是母语啊、原住民文化的这样的事情。从金马奖之后吧，要慢慢比较思考，好像我忘了是前年还是第一次我爸爸才看我表演。你看我玩乐团2002年，更早之前高中就在写歌，我爸爸都会跟我一切都不要说，对，就那时候。说他之前经历的一次传难。传难那也是很诡异，就是跟我爸爸跑船30年了，20-30年，我都没有听过他发生过船难。然后他最近跑这2-3年跑近海，就是基隆到马祖，或者到对岸，就有一些货轮，我爸在上面当水手。然后有一次他要靠港，船还没有进来，但手机已经有收讯，他就突然打电话过来，说随便，老板，把这船上浪查。他就想说，就是赶快怎么样跟妈妈讲，就是爸爸这边传出事情了。我说什么？他就没声音了，然后就传烂了。然后就跟他说是在得金马奖后的2个礼拜，2个星期，然后我还刚刚跟那个帮我做那个金马奖星光大道帮我做礼服的那个设计师，一个大哥，50几岁的一个大哥。要特别要去他家庆功宴，然后我爸爸就打电话给他说船发生事情了，他就挂电话。然后我那个设计师说，刚刚你爸爸讲什么？我爸说船要发生事情了，然后他就挂电话，应该还好吧？就我不知道啊。然后你知道是那个基隆港务局打电话到我的妹妹那边。然后被反正打电话过来，其实隔差不多忘记有没有到1个小时，但是半个小时感觉有，就打电话到我妹妹打电话，爸爸的船沉下去。我说真的，我还在庆功宴呢，我不知道怎么办啊。然后那个设计师那个心情马上立马在得金马奖那个欢乐的气氛这样，那些服装师帮我做的衣服。我觉得我有报答他，所以我那天去他家煮菜，我做的事情很奇怪，我以前在海产店工作过，所以我还会煮菜，基本上海产店会吃的我大概都煮得出来，然后就不知道那个菜买了一半有没有煮完了，我说发生传单，他现在港务局叫我要去基隆，要去找，去基隆去跟看看有没有这个消息，就是他们已经就是派船出去了，这样不可能。然后因为最后爸爸就算是一个直升机关，直升机也很早，因为根本看不到啊，船那个浪太大，船出去也出不去多远。我就在港区，我就坐计程车直接就冲到基隆，然后第一批送上来的是外劳。真爸爸，然后不是外劳，因为那个戏怎么就到外劳的，就是爸爸记得爸爸就常常跟外劳在一起，然后就不知
知道一个爸爸死掉了，你知道吗？我们很紧张，后来才知道，就是他送来其实有2批，然后一批是送到我忘记是哪一家医院了，然后另外一批就送到那个医院我忘记在山上，就是送上来的那个，就是有分2批，所以我们就一直傻傻在等，我爸爸什么时候就送上来吧，然后后来是送到另外医院的时候通知我们这样，然后我们很紧张，其实我手机也没有好好带着，不知道放哪里，然后是反正我妹妹有接到电话，我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去找她，然后我手上刚好拿着金马奖。那张照片，那张照片就是整个故事一路都拿着金马奖，就是因为我进工业啊，所以我金马奖就带在身上，想要给那个设计师看嘛，就是设计师让他感觉那个气氛，我就这样就带，然后就去金马，然后就他刚好那间医院比较没有记者去拍，就记者是去了第一家医院，记者都大部分的因为发现就会有那种社会新闻记者去拍。后来有通报说，另外一家医院有一座金马奖，所以他就记者就跑来拍了。应该没有得金马奖的人上过那个社会新闻的头条吧，半版，然后拿金马奖拿背景是医院，我爸爸在吊点滴，然后我爸那时候失温，因为在海上漂了5个多小时，然后看不到，然后他被救上来之后，因为他都跟外劳在一起。就让人家还跟他讲英文，讲英文，所以不会他其实那时候10个船员啊，其实只有6个船员被救上来，然后我爸爸是唯一的台湾人，然后船长跟大副都找不到，到现在就不见了。对，到现在都还没上来过。哇，大难不死。我爸大难不死啊！我先有大喜，然后他就大难，好恐怖。不知道就是觉得那个时候开始，我记得也是那个时间点吧，就开始跟我爸爸比较会聊天，会特别去关心他，因为他都在跑船，然后没有什么，我觉得船上就是没有什么可以讲话，船都出去1个月嘛。而且好像关在监狱铁笼子里面，你也不能去哪里去船就这样飘着。你能讲话的对象就那几个，10个船员就10个船员，而且有几个还不会讲中文的。我爸就爸爸还会跟外劳聊天，就是这样。然后，但真的就是，其实我爸爸蛮安静的，然后有机会他靠我就特别去找他，在基本或者是在基隆台或者是高雄台。特别去找他，然后就跟他聊天，然后他也才开始，因为我都在做原住民的事情，因为我爸爸很早就离开部落，我就年轻时候就去跑船，我以为他比较不懂，可是他小时候的一些很多，我记得很多很精彩的故事，然后在聊天上都会跟我分享，他也变成很多很重要的一些，就是创作的一些来源。所以你妹妹跟你哥哥后来做什么？我妹妹做美发，有机会大家去新店，然后你可以打广告吗？可以啊。我的专辑封面是我妹妹设计，我一定